各位歡迎收睇環球金融快線，睇下外圍嘅新聞焦點。歐元區1月嘅通脹預測升到2.4%，略高過預期，令到歐元上升。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入邊持有嘅中長期債項總額，上個禮拜終於突破1萬億美金。中國外匯管理局3月開始容許銀行向企業推出人民幣外匯調期業務。大家好，今晚繼續有黃 Sir、黃冠一同我黃海迪為大家主持節目㗎。黃 Sir 你好。你好 ，Eddie。你好，我先同大家講下啲最新經濟數據咧，就係關乎到歐元區嘅。嗱，出咗1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預測，即係通脹預測啦，按年咧就係升2.4%嘅。咁舊年12月咧就係升0.2%。咁呢個數字出到嚟咧就略略高過市場預期嘅升2.3%。咁值得大家睇住咧就係數據公佈咗之後咧，見到歐元對美金咧就由1.3640呢啲位置咧上到1.37嘅水平。嗱，嚟緊咧歐洲央行就會議息㗎啦。咁面對住通脹壓力不斷咁升啦，數據對於息口、央行政策嘅走向，網上有冇啲咩啟示性咧？同埋對個歐元走勢，大家又可以點睇呢？嗱，大家要明白咧，就歐洲央行同聯儲局咧係佢哋嗰個所肩負嘅責任咧係少唔同嘅。咁啊，歐洲央行咧我叫做 single mandate， 即係佢淨係睇嗰個所謂價格水平嘅啫，個 price stability。咁咧就美國咧就係叫 dual mandate， 即係佢要諗埋嗰個失業率嘅嗰個就業狀況。咁好啦，如果你歐洲而家咧就出到嚟2.4咧，我諗今次嗰個議息嗰度可能喺會後佢未必會加息嘅。但係因為你歐元上咗去啊嘛，係嘛？咁但係咧個會後個記招嗰度咧，可能係有啲 hawkish， 即係比較鷹嘅説話講出嚟都未定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即係唔係喺嗰個息口嘅走向，而係個會後聲明嗰啲語調上面嘅變化。嗱，頭先你又講開聯儲局啦，我哋又睇睇聯儲局最新嘅情況厲害啦。咁啊，上個禮拜美國聯儲局咧踏入咗一個新嘅里程碑。咁講緊呢，就係佢個資產負債表入邊呢，揸住嘅中長期債嘅總額咧已經係突破咗1萬億美金。咁個總數咧就係10220億嘅。咁啊，金融海嘯之前呢，佢揸住債嗰個比例咧，大約就 keep 住喺7000億。咁啊，後嚟大家知道啦，有個6000億嘅買債計劃啊，呢樣嗰樣啊，咁啊，結果造就到個資產負債表咧不斷咁去膨脹。嗱，呢個買債嘅計劃咧6月份就會屆滿㗎啦。但係有啲分析就相信聯儲局咧其實都要繼續 keep 住咧買債嘅，因為嚟緊就話有2000至到3000億嘅嗰啲 MBS 咧就會喺2012年咧就陸續到期㗎啦。嗱，黃 Sir 點樣睇呢個分析咧？正唔正確咧？正確嘅，因為點解你嗰個兩房嗰啲 MBS 咧，如果你唔頂住咧，我諗有兩個大問題，一個咧就係債市會出現問題，第二個係樓市更加會出現問題嚇。咁亦都唔，因為如果債市出現問題，樓市又出現問題，咁你即係前功盡廢。咁所以咧，去到今年嘅6月尾咧，呢個 QE2 完結之後咧，真係有少，我諗翻轉頭咧，唔排除佢會有 QE3都唔定嘅嚇。如果唔係有 QE3嘅，點去買多2-3千億啲 MBS 啫？咁所以大家必須喺今年年中嘅時候留意住嘅，可能 QE 2.2嗰啲咧，好似之前嗰啲。好啦，咁大家睇埋即係內地方面嘅情況啦，就係中國國家即係呢個外匯管理局咧，就宣布咗由3月開始咧，就會俾內地嘅銀行咧就向企業推出一個人民幣外匯調期。咁外管局就話咧，呢一個做法一方面咧就希望可以幫到啲企業咧去管理佢哋個匯率風險，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希望可以促進到個外匯市場嘅發展。嗱，市場就對於即係外匯管理局呢一個舉動咧就唔同嘅揣測，咁又覺得嚟緊好啦，既然即係允許個企業進入一個人民幣外匯調期市場咧，亦都意味住中國嚟緊有可能咧就會開放外國企業咧喺中國嗰度發行呢個人民幣債券嘅。嗱，究竟容許呢一個銀行同企業之間做一個人民幣嘅即係外匯調期啦，個意義係喺邊度咧？其實意義幾重大嘅，因為咧就呢個可以遲啲，即係學你講咧，佢可以容許呢啲企業喺中國發債咧，一個經濟同埋呢個金融即係一路發展向上嘅國家咧，即係需要係一個完善嗰個資本市場嘅，而完善嘅資本市場裏邊咧，嗰個債券市場咧係不可或缺，尤其是嗰個你有一手市場同埋二手市場，變咗咧你將來咧。嗰啲投資者有多一個渠道去投資，就唔使啲錢咧湧晒入去房地產啊、股市啊咁樣。如果碌落嚟咧，過分咗喺度。起碼呢度如果你買到商債嘅話咧，冇8厘都有7厘嘅，我相信。咁所以
以咧對如果對內地嗰啲投資者嚟講咧，係一個好處，亦都對一個國家嘅發展咧係一個不可或缺嘅一環嚟嘅。其實事實上嚟緊，我哋即係亦都過去幾個月咧，陸陸續續見到內地對於人民幣嘅一啲即係工具咧，都不斷推出㗎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嘅情況。咁啊，跟住再同大家睇睇咧，就美國今晚公布咗啲最新嘅數據，就係舊年12月份嘅核心個人消費支出按月咧係冇增長嘅，咁按月咧就係升0.7%，多過市場預期嘅0.5%嘅。咁而11月份嘅增長咧就係向下修訂為0.3%。個人收入方面，按月咧就係升0.4%，同市場預期嘅一樣，就係連續第3個月嘅收入咧錄得增長。但係同期嘅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咧，按月就係冇升跌嘅，按年咧係升0.7%，兩個數字嘅表現咧都係略低過市場預期嘅升幅不變。另外，仲有個數據就係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按年咧係升1.2%嘅，略少過市場預期。而11月份嘅數據咧就係略為向上修訂，去到上升1.1%。咁大家成日都睇住就係嗰個個人消費支出啊、開支啊咁。嗱，呢一堆嘅數字見到咧，特別就係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就按月冇增長冇升跌嘅，代表住啲乜嘢咧？咁其實最主要咧就睇嗰個 core PCE 個 deflator 嘅，嗰個咧就係聯儲局愛嚟衡量嗰個通脹嘅指標 rather than 係 CPI 嘅。咁如果呢個出嚟咧得翻1.2咧，意味着咩咧？就係咧美國咧就根本係冇通脹嘅嚇，唔好話通縮添啦嚇，即係先講冇通脹先啦。咁如果係冇通脹嘅時候咧，咁佢又都可以咧有啲板斧走出嚟，即係唔係話要搞到自己通脹，可能搞到你唔掂先至再輸出通脹，先輪到佢自己通脹嚇。咁大家繼續個數據啦，夜啲仲有一啲咧就係芝加哥採購經理嘅指數，亦都留意住啦。咁另外咧，我哋再睇埋咧就係美股方面嘅走勢啦。咁見到今晚美股開出嚟就企翻穩啲啦。咁道指係升19點，做11843點；S&P 500咧指數亦都企翻穩啲，咁升3點嘅，做1279點。嗱，上個禮拜五咧見到美股咧幾大主要指數咧都跌得幾急。咁啊，上個禮拜洪 Sir 你啊話呢一個跳樓機啊嘛，咁啊又俾你講中咗啦。咁究竟即係今日你叫企翻穩啲啦，咁但係你即係嗰啲指標位置係咪真係可以守得住咧？嗱，咁樣睇咧，上個禮拜咧就即係我話咧，你如果喺我企穩個 S&P 500企穩喺1291樓上3日咧，我信你會升。咁其實咧佢係企咗2日多啲，佢係有3日喺1291樓上，但係其中有一日喺1291點。咁樣，嗰日其實照計就唔信，其實佢企咗2日嘅啫。咁所以咧，星期5嗰日咧就嘭聲碌咗落嚟。咁係咪穆巴拉克幫咗我咧？我覺得都係嘅，係咪先咁？即係好彩啦。咁但係即係其實美國咧都係要美股，我成日都係掹得好緊，需要一個似樣啲嘅調整。如果呢次上唔翻你1291樓上企穩嘅時候，咁我諗過都係要繼續調整㗎啦。大家暫時啦，上個禮拜都講過幾個數字，咩313啦，咁但係暫時 S&P 都要睇住就1291呢個水平先。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今晚咧歐股方面嘅走勢啦。咁歐股嘅指數咧暫時方向就唔係咁大。嗱，富時100指數係跌緊7點嘅，法國 CAC 指數係升緊5點，另外德國 DAX 指數咧就係跌15點嘅，做7087點。嗱，稍後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會講講埃及政局啦，比較動盪啲。咁見到個油價升咗上去，表面上咧就不利全球經濟復甦，但係對於美國嚟講，局勢發展未必完全係壞事嘅。下一節翻嚟會分析一下。